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高高講學會》。又到嚟民主，我來教大家做料理嘅事件咧。今晡日我來做乜嘢呢？我來做兩個鹹卵炒苦瓜。兩個鹹卵炒苦瓜，我用到乜嘢呢？我用到兩個哦，你看到，等等，苦瓜。苦瓜就是苦瓜，另外一個呢就是這個鹹卵。鹹卵的意思就是鹹蛋，鹹卵。到底這個苦瓜要怎麼樣，它炒出來不會苦呢？它的小撇步就是放一點點鹽巴下去，待會讓它有一點點像是醃過這樣子，然後就把它搓一搓，差不多好了。那這個鹹蛋炒苦瓜還有一個精華，就是要把那個鹹蛋炒得跟金沙一樣，所以呢，我都會把它先放到塑膠袋裡面。然後呢，就是你盡可能的把它弄散來。好，接着呢，我先把鹹蛋放下去。記得它炒的重點呢，就是把它炒的待會有起金黃色的泡泡就好嘍。現在呢，冒出泡泡之後，就代表像是金沙一樣的樣子，我們就要把苦瓜加進去嘍。來，你看有沒有這樣熱騰騰的，看起來就很好吃，對不對？現在呢，教大家講一句客家話，就是鹹蛋苦瓜要趁熱吃，就是鹹卵苦瓜趕少食。到底我今天做的這鹹蛋苦瓜會不會苦，好不好吃呢？我請我2位觀眾朋友來試吃看看，還 OK 嗎？很苦？沒有很苦，還好是不是？真的還好嗎？這很捧場哎 ！Hello， 各位朋友們，今天學的這一道菜鹹蛋苦瓜，你記得怎麼做嗎？或者是你本來就是佼佼者呢？今天我帶大家來複習一下我們學到的新單字哦。來看到第一個單字就是鹹蛋，鹹卵，鹹卵。第二個呢就是苦瓜，苦瓜，苦瓜。第三個，我們來學一整句話哦。來看到這句話就是鹹蛋苦瓜要趁熱吃，鹹卵苦瓜愛趕少食，鹹卵苦瓜愛趕少食。你們都有學會了嗎？下次我們再一起來學習新的單字嘍。下次見了，拜拜。